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翻到嚟律師手記呢個節目，我係翟律師。你知唔知喺香港呢，若果遲咗出糧俾你啲員工呢，係有機會要坐監嘅。不特止啦，勞工處呢仲有機會呢公開你公司個名，登記埋喺網站嗰度公開嘅新聞發佈，成個香港都有機會睇到嘅。今集呢，就等我同大家分析一下現行嘅僱員條例有關遲出糧嘅法律責任，同埋呢你要點樣去管理呢啲相關嘅法律，同埋避免一啲公關災難。點解出糧要咁準時呢？因為咧，根據現行香港嘅僱員條例咧，僱主係必須要喺工資結束嘅期間之後7日內咧，去為員工支付佢哋嘅工資嘅。唔好以為遲咗幾日咧出糧咧係好小事，因為咧如果遲出糧咧，其實本身咧就係一個刑事嘅罪行，最高咧係可以罰款港幣35萬同埋監禁3年嘅。僱主咧亦都需要咧就欠薪咧去支付利息，而且咧唔單止係公司會出事喎，如果係公司嘅老闆、董事或者高級嘅管理層咧有份同意或者促使呢個拖欠支薪嘅咧，亦都可以被判同樣嘅罰則嘅。除咗有機會咧會負上刑事責任之外咧，同埋分分鐘咧會導致到一場咧無可挽救嘅公關災難，因為咧勞工處咧有機會喺新聞咧公佈直接點名公開呢啲違法僱主嘅名稱嘅。例如咧今年年初嘅時候咧，有一間工程公司遲咗出糧俾3個員工，呢啲員工咧去勞工處投訴，而咧呢間公司咧就被入罪。勞工處咧唔單止公開呢間公司嘅名，仲講到明咧僱主咧係故意同埋冇合法理由底下咧去違反依時出糧呢個法律責任。勞工處咧亦都會喺網站裏邊咧公開24個月裏邊咧過去咧有僱主冇依時出糧嘅定罪記錄，即係話咧全世界都可以喺網上睇到嘅。所以遲出糧已經唔單止淨係犯法啦，仲可以影響你公司嘅形象，插水生意咧係受到好大影響嘅。若果咧想避免呢啲問題發生喺你公司咧，有幾樣嘢我哋可以留意嘅。第一，老闆咧同管理層咧要知道法例嘅要求，唔好咧以為咧出糧咧係 HR 部門嘅事，因為咧若果出咗事，董事、高層、負責人都同樣有機會需要個人負責。所以 HR 同管理層都要熟悉法例嘅要求。第二呢，就係公司呢要留意出糧嘅機制係咪完善，會唔會有漏洞，例如計錯糧啦、遲咗出糧啦等等。如果出糧呢係人手處理嘅呢，最好呢就係冇得一個人啦，因為得一個人做呢有機會放假漏咗、遲咗。咁到時咧就出事啦。就算有系統去自動化安排出糧，減少人手嘅出錯咧，都要留意翻定期檢查下個系統有冇計錯、計漏或者遲咗，早啲發現問題就早啲可以解決，而且避免。如果你哋係用一啲外判嘅公司去安排出糧，亦都要求佢哋定時出翻一啲出糧嘅報告，確保咧你哋有進一步嘅資料去跟進嗰啲外判嘅公司有冇甩漏。若果真係不幸遲咗出糧嘅咧，最緊要咧就係即刻補翻人工同埋利息，同埋咧揾律師睇下點樣處理，減少違法嘅風險啦。守法唔單止係一個責任，仲係咧保護公司嘅形象。所以其實準時出糧咧就唔係滿足法例嘅最低要求，而係為咗維持公司嘅形象，建立一個良好嘅信任。一間識得尊重員工嘅公司，先至有人會肯為公司長期作戰㗎嘛。如果你係老闆、管理層或者 HR 咧，希望今日嘅內容咧可以幫到大家。如果喜歡我哋嘅節目咧，記得訂閱、讚好、留言，支持我哋嘅製作。關注律師手記，為大家嘅法律案件護航。我哋下集返嚟再見啦，拜拜。